一家父老喜洋洋，自豪齐贤彩堂堂，喜爱千世守河乡，家财万贯名传扬。哈哈哈哈！老爷，为何今本人看你是个欢喜呀？夫人啊，你看文章，老恩你参家产的事业安排得好好，家产的生意做到也越做越大，你讲我敢会唔放弃啊？原来是安样呢，嘿老爷，你用心调教，那么文章，那有根本的讲听嘛？哎，夫人啊，你爱讲少了，文章也是我嘅来，当然我会好好栽培佢，通下佢呀。见过父亲母亲，见过公公婆婆，不用道理。文章啊，你两公婆向阿来到前堂，是唔是有乜嘅事情啊？父亲，为子今日要出门宿主，提来前堂向父母亲辞别啦。哦，出门宿主啊，今日出门在外，一切就会小心注意啲么？父亲，为子晓得，娘亲，你自己在家中的所在，有乜事情就吩咐民族去做，你自家唔是按路路嘅道啊。好，我嘅乖子，今日出门要小心嘛。晓得，娘亲，民族，我不在家中的所在，家庭事情，你就多加担待你弟母啊。我晓得，送你放心出门宿主，家中事情唔是你道理呀。多谢我妻。一山高了有一山，山
样用爱高神嘅世界要贴片老爱交代，你也见风采黑米云老国本意嘅天晴幸福，已经爱孤苦伶仃，只有去找起爱嘅天晴重复本意。虽然讲无五房去请南方讨人情，不过样用一言有交代，爱去人情也应该。赶路之间要坦荡多，讲基本意歌唱庄严。方面派王强不言做言令，太迷云赶王强不言燕衙门请记就是呀。来到了会有上茶路，强不显爱对内为行。有一位阿爸路过，不宜来去老记门路。阿爸抢了。姑娘抢了，有么个事情嘿？强问阿爸，唔知强不显爱样办行？姑娘啊，俺都好，你妈嘿爱抢不厌，看你爱起来嘅，咁嘿爱抢不厌情人啊？阿爸好言讲，我就系爱去抢不厌就请燕老爷，绝不义太人。你爱情燕老爷？你爱情佢做乜解？难道你有乜个言情而神言嘿？唔系啦，讲道理啊，真是歹势。坦白讲，我可以请燕老爷来认情。认情，此话真说啦。你咁做的，让我坦白讲。我唔记得人讲到，我呀就会演老爷郭文义嘅阿爸。你就系鬼用心，原来是讲讲。我是忘情海嘅五义，当初我嘅父亲救你嘅时节，天下两门亲事，我身上有你送嘅金凤钗，来。请你看来，嘿呀，一件金凤钗，嘿爱嘅唔知恁准记。送亲日前不久来身亡了。阿娘讲，你王家了下，就存你13年。你我心口哦，不错。来，我心口跟我吞来抢不厌，你按辛苦，我夹，吞你来见到文义，2、3年万分拜托啊！一次就到下公公。
经无路嘞。哦，竟然无路，你就说了比歇困一下呀？我顺沙有花，上爱老二参详啊！公公，迄么个事情为何你满身嘅太汗？哈，迄安样？天下父母心的道理，相信伊也知吼。他爱嘅洋洋讲，婚姻出世就是喜母亲，迄公公你一书生是几多胎，已经佢考上状元，爱嘅洋洋临终之时特别交代，係爱以後一定要好好友好公公，為國家解憂。講到解憂，這就有一件事情，你做嘅人來幫忙咯。公公，你請講無妨。係安樣事啊？愛解我意啊，何才情？各種從業所言理，是夢想呀，既看得起，愛將千金開本金。我已經有辦講。上呀千金有才情啊，經上係天意啦，太命命運出身是拼命，應該愛生存是本意。要是我兒做得套上爺嘅千金，叫做前途無量咯，義有良門。所以講，我想要拜託你，你哋件親事，拿去起手貼好嗎？做唔得，我一路打探到，人公府一記係個稱職嘅好縣官，且對我嫌貧愛富。你講嘅，我唔相信，我要談佢親口對我講分明。哦，唔是咧，唔是聽佢講，文義已經乜答應上爺嘅親事，佢向我老二講，已經幫我國家退婚退咧。且慢，公公，你講乜解？你愛我退出國家嘅婚事，就因為我係平民百姓，做唔得了上爺子女相比。唔過你有想過麼？當初那係無愛嘅父親將你相救，你知呀，讓我有見不你嘅存在。我只會帶念我父親嘅恩情，將我錯了為天天嘅老人講，來，你講，你要幾多錢？將甘願退婚啊？錢，公公，你當作錢係萬年係麼？我冇愛錢，我愛見王美雲，我何以讓你參詳？你莫讓我研究唔是，你就十發之我。你講了係乜個意思？哼，我愛你14五啦，你讓我退婚，那麼愛是愛。你會用辦？你會用辦？啊，好啦好啦，去叫佢休息，去休息。王美雲，
你想我主动啊来个前途，上上嘛不你死！小曼，总得，我那用石头上上冇死机，实属不人地道，为地公是没有啥的，到时去查出来，这就麻烦了，哈。杜后，老了4000人，送到边宫下，假作佢电落边宫来时，哎呦，可刺眼呐！云彩与世间思来救难。富贵万世希望，爱梦是神勇一生希望，莫怕có nói đều xin cứu càng sơn ca lời gió xin中张黑爱重复，水江春家黑太宽，哎呦娘树家归不马虎，哎哎呦呦。出爱爱为非在，为他受理心不安，来到法院是出团，哎呦把法开放真给娘，哎哎呦。从爱所做，而结账也怎会转来？本了爱心内都心受力，今日来采法院又送爸爸，真是美丽呀！啊！非常高兴，出钱买起故乡难。大家讲爱是母亲，不过我自家一心挑天，老文章当作我个亲生子，对了乡难也百般嘅痛惜啊！我对我嘅心一直过，当初那唔系我，佢国家做咗家破人亡。不过话讲转来，
文章其一家也当真之，不妨赋予爱对他的栽培呀。奇怪，这边有没有人鬼鬼祟祟、三菜一旁啊？咩向南呢？暗帮中，为往那边前往，要被天灯来去看啊！用万奇怪的，看婆婆风风壮壮，公公有警队在后面。好，听到后背看哪里？熊兰，你受委屈了。永新，你既不以敷衍见，用爱多些事情，还没发生么个事情呢？熊兰啊，你个孙子极有才情的弟妹，得从状元回来，已经是强不言的年老呀。当真呢？恰天恰地，真是不枉费你一家牺牲来救济。你还从天有保庇呀！还有嘞，上呀，莫有意将这个千金匹配帮文义，下礼拜佢个个献酒哦。也唔过文义听过钱了。啊，这几多年前的事情呢？我已经全部就处理解决掉了。熊兰，佢阿张爷不建议咯，让朋友吵架安多啊，安判的。是梦儿，当初那梦儿按牺牲来生存，也唔要叫梦儿嘅爱老文儿。唔知你一家梦儿，我到几时上所的团圆啊？永新，是呀。出生，你安好答，咁难牙不用啊！哪个牙不用？这是牙不用。小吧。有书很易写，客又很易签，银两很易拿，钱也很易买。你还有两个面子，供你做吧。你也是城府大，要给钱人。